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请里面坐哦。你好，请入来坐，你好，请入来坐。你好，这是菜单，需要帮你介绍吗？你是菜单，会让你少解吗？你是菜单，会让你少解吗？好啊，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呢？好啊，你條嘅招牌菜係乜嘅呢？好啊，你條嘅招牌菜係乜嘅呢？我会推荐最受欢迎的客家板条、姜丝炒大肠和福菜肉片汤。我會推薦最受歡迎嘅客家板條、豬腸炒薑絲、老卜菜湯。我會推薦最受歡迎嘅客家板條、豬腸炒薑絲、老卜菜湯。看起來很好吃，就點這幾道菜吧。揚起來當好食，就點啲幾片菜。揚起來當好食，就點啲幾片菜。請不要加辣。没问题。請唔好放辣嘅哦。冇問題，請唔好放辣嘅哦。冇問題。我跟你說哦，這姜絲炒大腸啊，是很好的菜耶。人你講哦，啲豬腸炒薑絲係當好嘅菜啊。人你講哦，啲豬腸炒薑絲係當好嘅菜啊。人說啊，冬天蘿蔔，夏天薑，生活不用上藥方哦。人講寒天菜頭熱天腳，生活唔是上藥房啊。人講寒天菜頭熱天腳，生活唔是上藥房啊。這麼好啊？是啊，啱好，係啊，啱好。係啊。吃了豬腸炒薑絲，賺錢無人知。薑絲炒豬腸啊，幸福天地長哦。食了豬腸炒薑絲，賺錢無人知。薑絲炒豬腸，幸福天地長哦。食了豬腸炒薑絲，賺錢無人知。薑絲炒豬腸，幸福天地長哦。嘿，菜都到齊了，慢慢吃啊。菜都出車咧，天天食啦。菜都出車咧，天天食啦。口味吃的習慣嗎？非常好吃，下次再來吃。口味食得慣嗎？很好食啊，下擺再過來食。口味食得慣嗎？很好食啊，下擺再過來食。謝謝光臨，祝你玩得愉快哦。新夢光臨，祝福你上到當天。新夢光臨，祝福你上到當天。